家呢？哦，哎，这不才了干多，当了你梦来的梦来。我打弄来被你要我的菜要打，被要路长街，被要草地草里个的梦里。哦，出的嘛，刚还他妈出什么天鸟呀？出啊！出的嘛他。老太刚在背了，路那路，天边么子老爱边的老路边还么。张嘴好的在，哦，人家，弄啥？都等着有醉了喏。帮我告诉出嘛。哎呀，今天干了这鸟，真牛逼呀！哎，我家的在里头呢，哎呀，顶海了，顶海了都你老他大比梦外，老太莫高，我帮你挪。下个那个不得了啦，要路路走嘞要买的高高高。几台炒了高了，有出不啊？那台炒了高了是高啥？好，出来跟炒啥？怎么？老太太是炒，也要弄高，也要弄重嘞。五百组给口下照有哎，个奶，个奶。对，什么比这个人家装，他家装没修，装不着这还好。啊，热呀，肩膀没。讲不弄了呀，知道老嘿。哦，老爷，我老上来。要了嘛，那呢？你别看了，做什么好打扮？人老的不得人小的。我，老娘这地铁老干，你不出呢？接着那要梦打了给当成，姑娘梦狗自抓拴头，姑娘梦狗鸡抓路说的，姑娘家姑娘那下人夫妹娘妹，帮水姑娘当路人上多至少我路上推那碰一个雷，那么，朋友们都没打错。啊，咱们就去了。他那个外面没好个了。我那真是黑了。哈哈哈哈。
喂，他我的。你先，都光糊涂了，都一毛想了，我抱的。你咋知道？我多的一想了嘛，我看了不蒙葫芦的，着急了哟。捡起来这个不糊那高了要丢。那这个好弄。我说路边，哎呀，这边倒卖的好嘞。还是弄啊弄啊，两个都三个都去弄什么呀？我弄了弄我要弄到啥？这个三个站起来，弄了弄要弄到。蒙天，那就干了。